有人曾經講過，有夢想嘅人都係自私嘅，因為實現一個偉大嘅夢想，需要你身邊嘅人嚟配合，會犧牲好多屬於你哋嘅嘢，包括時間。之前我都係一個好執着結果嘅人，對於我，結果就係一切。但係慢慢，我發現過程入邊嘅人同事，甚至係比結果更加緊要，更加有意義。夢想同埋現實，我哋一般嘅人點樣去平衡內心同埋實際世界？就好似我本來係一個好鍾意做創作嘅人，但係慢慢都需要同現實低頭。但我相信夢想終會有一日會實現，只要你夠堅持，並且願意付出行動。所以有機會嘅話，我都會繼續編寫，繼續創作。Even 係冇人睇，I don't care。